曾经伫个台基美加台南市立安南病院将属临床看诊超过30档的心脏科权威李聪明医师，累计患者超过1万人。现在为了扩大服务大台南地区的患者，2月6号上午，伫个安南区历史博物馆的对面开设内科的诊所，希望以病院的设备、诊所的收费造福患者。这么多年了，自己也应该够成熟了，应该给民众呢提供一个更好的便利性，也更全面的一个治疗。所以呢，这一次毅然决然，我出来，我们这边我们该有的设备我们都有，我们从一般的心电图、运动心电图，甚至20小时心电图。还有，我们有一个比较高档的心脏超音波仪器等等这些。当你怀疑病人有问题的时候，我们马上可以做心脏超音波检查，做适当的治疗，也给适当的诊断，不必让病人为了一个治疗、一个检查，往返2、3次。所以，我们的看诊时间不仅拉长了。我们的就医的便利性也提高了。因为李聪明医师本身是客家人，伫个诊所开幕当天，包括市长黄伟哲、立委陈廷辉、甲议长郭信良等这位民意代表拢前来祝贺，贵宾分接。名医来到我们东河里驻脚哈，这个代表咱地方要旺啊哈，所以我相信。未来我们的李聪明教授是跟我们义大合作，那他刚刚也介绍了所有的该有的仪器、检测的仪器，我们诊所里面都有。但是需要转介、需要动刀的部分，就是跟我们义大来合作。所以我相信这是整个一条边 SOP， 大家都不用担心。所以我相信是咱安南区的福气。李聪明医师呢，落脚在台南市安南区这块的福地。是安南区的福气，那我们热烈的欢迎，也非常的高兴。李聪明医师呢，能够落脚安南区来这边呢，开业结果。李客家主席奖伫个董事长王文忠的带领，所有的董干事嘛以客家之光，请上良医祭祀的匾啊，给李聪明医师。李医师表示，目前诊所的设备包括一般的心电图、运动心电图。24小时的心电图、心脏超音波等拢有，甚至若需要做心导管，伊嘛拢会亲自来执行。台南新闻联跟采访报道。